你不会讲吗？这一句都没有。这都不会的。对啊，我还没有学，还没有学。还需要慢慢来呀。我是阿妹的小儿子啊，他都有2个，然后我哥哥待会来了，待会来，啊，聚会之前好像都在台东嘛，我都有看那个，对，然后最近我是常去台东啊，因为我的那个大女儿现在读台东大学幼教系，她只跟我讲一句话，她说：“爸爸，我可不可以变成原住民啊？”你们是什么族？你们是什么族？台湾族、阿美族。我是卢凯族，我是小妞妞族。小妞妞族是什么？越南族、阿美族、布农族、卢凯族、东台族。哦，阿美族。真的？那你是哪里的阿美族？就是要讲你今天录影。跟你们的吗？闽南的。我是台湾族。那你们有自己的族语名字吗？有啊。那你的族语名字是什么？我告诉你。叫什么？族语名字叫什么？不知道。那你呢？所以你没有族语名字？族语会一点点啊。它有名字吗？族语名字？族语名字哦，我不知道哎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没有真的吗 ？BQ 的。没有。好，谢谢。然后你呢？我是阿美族，我在麒麟部落。那你在什么部落？对1/4。过下面去嘞。然后3个人。都在帮我绑头发。对，有点太多了。对。好的，谢谢你的采访，拜拜。拜拜。我在军中干完之后，因为妈妈那时候癌症，然后爸爸又中风，所以我从海军那时候就考教官，转到教官了，转到海青啊，刚好很有缘分，那个姐姐的，对，雅玲姐姐的女儿刚好也读海青啊，然后今天没来。上班然后我就转教官，然后一直都在高雄。可是我自己，就是我对我奶奶可能很有感觉，可是对阿周就没有太多认识。就是我的有感觉是，就是他虽然在我出生前可能就去当天使了，但是对于他的，就是听我爸爸讲他的故事，我觉得很触动的感觉。然后加上可能我来成功啊，或者是来读台东大学，就很多那种感触吧，就是更深的。加上我接触那些小孩，就觉得天啊，就是我就更认同自己是原住民这一块，就是虽然只有1/4，可能在别人看起来不多，但是可是其实对我来讲就很深的一个烙印在自己的身上，我觉得。哇，太美了！台东县成功镇7路。所以是在路上哎。好，看一下他门牌。多亮！这个不仔细看会没看到你们家是92？对，我们家是92。
我阿昼的家。已经到70了耶！哦，好紧张哦。为什么变68？因为对面是6了。那感觉在前面一点点就到了。不是啊，可是我爸爸说那里已经没有人了。他会不会就是不知道房子拆了没？我觉得可能他没拆。会吗 ？maybe。可是刚刚作者告诉我们说，在教会那附近的应该是原住民。这后面教会是前面教会，因为后面我看到一间教会，感觉是在后面。你刚刚说91那里有巷子哦？对啊。还是要去里面看看？不然绕回去。我们今天一直在这一条路上绕，在这个麒麟路。是这个吗？太阳鱼。哎，这里有教会啊！哎，我知道他的名字了，叫林泰山。是的。是啊。你就是叫五舅是吗？啊？五舅吗？他们就那一间。这间？这间？是。这家后面那一间。这家的后面那间。哦，好，我们去走走看。没有人。空污染。对啊，好了，谢谢，拜拜。谢谢。一定是狗狗带来的好运。93是差一点就92了。快脱市哦！什么？哎，可是这是101了呢。我们再绕上去。好，再绕上去。可是刚刚那是93哎，还是他会拆门牌？对啊，对，这边我知道，往下走，它那边后面有一条小路可以到海边呢。不是，我现在要问的是那个，问什么？就是92号到底在哪里？我们现在看到93了。你说你对这里有印象啊？这边我在，可是不对啊，我阿嬷家还在啊。对，这边。这边我们走下去就100号，可是有一个空屋哎。对，这个空屋，他们现在变空屋了。可是我们没找到啊，它就变100号了。是吗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你说这里走下去就是海边哦？我不知道，反正以前是小路，不是以前还没有道路了。是哦。那你要问我表妹，她就清楚了，他们都有回来过。哦，是哦，没关系，我们走。我们再走走看好了，拜拜。你再问问看，92是92嘛？是不是？你那时候传是92啊？对，那我表妹传的。好啊，好，我们再走走看，拜拜。你就随便把那空屋照一照就可以了吧？哎，不是这样吧？好了，我们再走走看，拜拜。那怎么办呢？可能有啊。好，我们再走走看，拜拜。工就已经重复了，而且他又很少，他就寒暑假有机会会回来台东，所以也比较少会接触到说自己的族民啊。但是我那些阿姨他们应该是有，就是我爸是2姨婆，对，那里算是2姨婆吗？我能叫2姨婆吗？对，差不多。喂，海玉姐姐吗？你好。Hello。我们要叫阿姨，要叫姑姑
爸爸就说你就叫海玉姐姐，我就说哦好。就是等一下哈，你是从大马路进来的吗？对，我们是从这间教会，我们就差一点点，现在是93。好，对你直接往白色这个门绕过去。哦，绕到后面去吗？走进去。好，走进去。好，再给我看，对。照过来一点。哎，对，一直在走，再走。一直走，真的假的？对，真的，你给我看一下。这里，哦，这里哦。对。哇，谢谢。是这里吗？91了。这个，好，你等一下哦，你停，再过去，不是，你沿着再过去，再走过去。这里吗？走过去，看你的左边。左边。转一下左边，不是，再过去，再直到草那边。哦，这里面啊，真的耶。对92。哦，对，这里是92了。这个才是阿宙家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你有看门牌92？有哎，真的，哇，好隐秘哦。对，这个就是阿宙家，知道了吗？哇，原来如此，谢谢，好感动哦。怎么办？我真的很感动哎。因为我妈妈就是你二姨婆啦，二姨婆我妈妈啦，他们有回去才会开铁门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对，你跟爸爸讲说，我们要叫秀晶阿姨。哦，秀晶阿姨，好，我记得。对，就是你的六姨婆。我的六姨婆。他们那边光复丰年祭。花莲的。对，花莲周边可以让你去认识其他的阿姨。好啊。你爸爸的表兄弟姐妹。好，我之前看我爸爸就是回去跟你们聚会的影片，然后我看到哭我看到超感动的，然后就觉得天哪，然后我就想说回来找找看，谢谢阿姨的帮忙，耶，好开心哦！如果没有人知道我真的进不来他说20号，他说他们会有人来开铁门帐篷应该找不到了。对啊。哇，好感动啊！怎么办？可以帮我跟我这里房子拍照吗？可以啊。就找到他的家是一个很感动的事吧。但是知道麒麟部落的文化，这可能就要再花更多，就是更长期的，我觉得可能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就了解整个部落，我觉得啦。比较难。你是阿妹子，好，你讲一下你的家在哪里？你的阿公阿嬤叫什么名字？我的奶奶叫阿妹，然后我的阿公叫高代。高代，林泰山。你在这照片可吗？对啊，就是住在92号那里。你是谁这里啊？正耶稣那边那一带。对。我们回来寻根。你那边不像我们自己的，已经我们也是很大，然后轮廓很深。你可以看到我的像我自己。对啊，真的。我的已经很远了，有一点。因为我们家的其实如果没有人讲，真的不会有人知道。我爸爸可能还看得出来，但是到我和我弟就已经很不明显。所以你看，很多人都问我说，啊，你是原住民哦？我说对啊，我是。哪有
好听，但是好难。你是第一次跳舞吗？我是第一次跳这个呢。耶，可爱鸡。哇，这两个可爱呀！耶耶，布娃娃，耶耶，布娃娃。像我自己不是读幼教系嘛，然后我其实就会很想要，就是像找幼儿园啊，或者是实习，就蛮想进去部落的，不管是去实习或者是去教书都好，就是我觉得这个方式可以让我更贴近部落，或者是更找寻自己原本的就是初衷吧。嘿耶嘿呀嗨呀嗨，哦呀好呀好呀，嘿耶。讲到高呆，他们听到相关的音就开始讨论，就是那个吧，是那个吧。对。然后那个刚刚那个贝贝，然后我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他说他跟那个就是我阿姨的那个妈妈是同学，而且他们讲的族语名字就是他当初录给我听的一模一样，就是我当初因为我只记得我奶奶的族语名字，可是其他我有听，可是我不会讲，可是他们刚刚讲的完全一模一样。什么那个啊？现在叫我重复讲我也不会，但是他们讲的都是对的。什么打闹是其中一个，然后什么讲的，反正他们就很厉害，讲的都是对的。好呀，好呀。应该要取一个对呀，还是阿做的名字也可以啊。哦，对呀，都可以这样子，知道你是哪一天？对呀，真的。不然，我要回来多了解。